刑复法的建案问心爱决，因为吊车的事故造成乘客死伤的意外，台中市都法局已经下令讲，新刑复法伫台中的9个建案全部拢停工，等待安检无问题才会讲去动工哦。有帮山专家嘛批评讲，刑复法这间公司最近10档伫国县市计中有13件公安意外甲纠纷，拢是罚钱尔，政府拢无积极作为。 台中捷运车站发生通车以来上严重的事故，造成一死10伤。事故原因就是捷运边仔刑复法问心爱决建案，吊管为悬顶落落来，害列车未负打动起弄到。劳动部中区治安中心第一时间开罚30万，台中都法局嘛已经着罚81万，要求市内9件刑复法建案全部停工。9处工地全部被我们勒令停工。 包括这个工地必须经过第3公证单位安全检查以后才可以复工。建筑师跟营造厂部分，我们会发函请他说明。说明完之后，我们会移送建筑师惩戒委员会跟营造审议委员会去调查跟追究他相关责任。建案工安引发严重意外，不过这不是刑复法第一摆发生工安事故。是还在建筑的工地，我们比较担心会有坍塌的危险。 大火直直炭烧，台中梦幻城建案2020年起到一半就发生火烧厝。毋那车站的台中捷运事故，帮山专家嘛伫明册列出10年来刑复法伫各县市计共发生13件的公安意外甲纠纷。公司对外的态度代表这个公司已经烂到谷底了，没有想要对于公安意外有任何维护的地方。因为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他们觉得你去告一告就好了，我赔一赔就好了。 专家批评刑复法面对建案纠纷，态度摇摆，无咧顾消费者的权益，而且刑复法发生这么济摆公安意外，所拢是罚钱尔。这个政府无咧监督，呼吁相关单位应该要落实稽查，莫互有这么济不良记录的建商继续起厝。记者综合报道。